去修一下，起码要30-40千吧，至少要3000多。它摔烂了，它屏幕后可以摔坏掉了。它还在搓了嘛？没事，我要买个新的，置换一个。这个城市有点大哦，没事，反正修一下应该，没保险的话应该要，起码要4000多吧，4-5千块钱，4000多。那手机才卖现在7-8千块钱，和马克斯要贵一点，1万块钱。上面下去看。还在化妆吗？哎，那个是用错了嘛？用错在那儿没跳，在这跳。好了，不笑。
整件嘛一件好多钱？48万，一件48好像是，2块钱平的嘛。我整件它不打折嗦。好像便宜的1、2块钱嘛，他没得赚嘛钱。外地的朋友，外省。就这个舞蹈还是挺好看。就你的应该有哈达吧？估计应该有，基本上的每天都有。这个是确诊，这是用错小。
要取真哦。长，后面那个有点像，怕它取真。
也比赛，头发有中有比赛，也有人拿手行动，也有身手的那种，这是。Kawa kari jo la jne jutra nyam churn de pesari songe ye mo chu cha se ni ri ko dem yo to ye khatam se yori ta hi yo mo la sa ta hi ko to la do ti ti pa ye ko chu ka bi jo ring ye jutra nyam churn de pesari songe ye mo chu cha se ni Korsom yonen to yo parti vutar ke sane to yo ni je da ma chu lo ne to yo da hi den zhe go zhuo cha da zo yo da hi yo mo la sa da hi go zhuo la do yo ti ta ki korsom yonen to parti vutar ke sane to me je dong dong go zhu sa ti de ya no la ma ta ma ko so pe zu ne no yo ma ta sam ma ko pe sho ne no yo ban ta na ti so pe tian ji de yo ta yi yo mo la sa ta yi ko to la ko yo ta sha cho pe ta yi ye ko yo me chu pa mo ta yi yong ko yo ta la yi de ta yi Cha hi ko ro yo be chu ko mo cha hi ko ro yo cha la hi pe cha hi ko cha cho yo yang la sha pe cha hi ko cho yo cha hi yo mo la sa cha hi ko cho la cho yo cha hi yo mo la sa cha hi ko cho la cho
就你那个呀。我们见。
Tanchuda tu, dayo dola
月呀，要起来我都从头来月呀，要起来我都从头来月呀。Ko so ve ma pa ta ne
左不左二，手机里老虎，一左二左八，手中九那二，上有日本队，手交警那就上手。听到的。小胖19岁，那个另外一个14岁。
小跑吗？小跑。我今天直接来的，我今天没有。昨天我就没来。哦，今天是这个。哦，他们那个武将没把手机摔烂了的吧？爬地下跑，起码修3、4千嘛。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这地下了。他那直播这地方。哎呀。很紧哦。他们另外一个版本，这个每天调的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昨天他补调了那个，今天又他的开虚和看哈，我不想跳，我看。这个版本不一样。这个歌还不一般吧，我觉得。这个叫有点难，这个有点难，稍微一点点。这啥？黑金河。就行了。那天他们在拍的嘛。这几个版本太多了。那3个版本。小罗他们2个不是那天晚上这个版本，他们2个就是拍。杨雪他们又是另外一个版本，他不会又是个版本。真的啊？不存在，哪个好适合就行。他们俩最专业的嘛，没哪个比得上他们2个。对，他们2个在一起拍最合拍。哎。动作啊，很合拍。他昨晚他练了一下嘛，他也在005了的，不是205，他自己编也编了。昨天他们在那儿拍的，他一直一个人在跳。昨天好像好像没有。那马上要结束了。哦，结束了。吃两锅啊？你吃来了？哪个嘛？哪个？人吃哪个？哪个？南巴的。哦。来看我，他们这应该看新闻。对，你的小。OK， 我们就结束了，那个视频直播就结束了啊。基本上。8月份来。可以啊，你下来嘛。还是结束吧，我只播一个，播个很密就完了。
去老帆帆在那边。等一下子拍一会儿吧，拍一会儿这个吧。上场的时候再拍一下。上面站的那个是。啊，你哥哥呢？在那边，在那儿，在后面，在那儿，这边，骑上头妈妈那儿没？这儿结束，应该不知道跳不跳，不知道。小场第二场还不知道跳不跳。好多都没，有些还没来嘞。好的，这个新的活动我们要学习哦，来这边要跳哦。来你用，来你，我来看。他说你可以跳这个的啊，这个有影响的嘛，他说可以跳。我在练习，场布那儿有音乐。17的时候长哦，很长，17好高嘛，好高嘛，对呀。我觉得我能长得跟他高。以后肯定会比他高嘛，因为现在你们现在一代比一代高啊，很正常。你看狗的感受就是这样。对呀。太紧后，17高一点，他需要矮一点。没事，你放吧。你叫他叫17叫梦云也可以，叫梦云。17叫惯了就叫17。吴京等会儿跳一个嘛？吴京和徒弟一起跳。好了。
正在练习。拉萨应用要隔几年才成都这个钱。开了，很多新的这锅子全部是拉萨那边的。那边都喝完了，这边在搞。对啊。开头有意思。可以去那坐一看，他看一次就会。重来吧，重来吧，重来吧！啊17他一起票。17啊！哎，这就好笑。这边走这边，等一下他在弄东西，先练一下。瑶瑶也来了。
哪个？他和3个吗？哪个？他和丽丽17和丽丽长得很像，脸型和五官、鼻子就是很像，侧面看得很像。今天还有一个人，今天还有一个有点像那个曲珍。今天跳舞的时候有圈圈里面有点像扎西曲珍，巴郎曲珍，有点像。哪个像？没在这儿来，有个穿了个红衣服，那个有点像曲珍，有点像哈。前面一个绿衣服的有点像17。都瘦的长不胖了。然后身材也差不多，是吧？他们俩好看点子没有？那17要高一些。都17要高一些。身体健成都的。就这个姿势有点看，把头遮到那个转圈圈那个姿势。可以了，往这边走。是不是开始了？没开呀，没有。昨天来了呀，来了的。我朋友那天然后我说本来那天我们来去。应用重放应用啊，手机了。哪里放手机？开始的吧。好，这什么裙子？绒嘛，长长白绒嘛。他们4个最好嘎。5个还有其他有5角膜，那个扎西搭档曲珍。跳5角膜没得心情了，才手机耍了嘛，去又跳都没得感觉，才买的嘛，没买多久。才买的。哎呀，等于他那个直播价被人家打下来了。自己耍的。自己算的。像那天你把比如说是你把达西的他还可以找到你赔，他自己打的应该就没法子，如果是别个打的嘎，还可以走。那他啥子Super Max。就是。没去。你掐了没？哦，你快走了，有2个3天。哦。现在都几号？3号。我国庆节，美国国庆节。今天是7月4号。哦，3号，明天7月4号，美国的独立日。就相当于国庆。
또 그러면 가까로 건다 놓고 여기 잡느라고. 좀 집에나 잡느라. 저.他还说很正常哦，因为天气好，或者不正在，很凉快。今天我就直接点，我连饭都还没吃，晚饭，所以我现在今晚上没得精神瞧。那儿不是有那个吗？那儿有酱，那个面条。前头我看的时候，后来还放了好久。那儿不是有吃的，那儿可以吃。啊，像刀削面一样。哦。那就吃噻，吃过的吃啊。我觉得班里面可以吧。对嘛的。马来西亚120斤。到差不多温度，就30度，32。每天交换，每天交换。他那个到底一天跑到好多站，他没有说。玉峰嘛，玉峰。他这边唱完。
月底哦。那就20多天了。啊。哎，这有西安，还有云南的各种队。这西安也说的也70年，就是看到过的。干嘛？现在包下。现在不到1900，原来3000多。没回去，所以现在哥们儿些都来了，吃不来吃要不起噻，吃茅台。我说可以去路边噻，你拿这个吃啥子噻？那小子花开了几斤，茅台2斤，1000多万起，就是买的酒都1000多万。他敢买3个老鼠。哪个嘛？哪个嘛？啊，如果是我那个生意哦。哦。我有什么账主问过的？看嘛，这个老师呢是他的，这个不是欢迎，老的吗？这个是蓝颜色的，这个是敞篷的。哦，敞篷老师。看嘛，这个他的，你看嘛。这是布里南嘛？哦，不是，老的是欢迎。欢迎。哦，你看嘛，两家是不是两家嘛？你看嘛。有时候我们这儿吃茅台，你看嘛。那是大酒店嘛，我们才有公司头的。公司啊。他给你公司密码的噻，减税。就在公司里面，他修的大厅，你看嘛，漂亮得很。他公司这么大的地方，啊。因为在金屋的。他公司自己里头，你看嘛，有2斤的茅台吃不嘛？你看。他公司你看嘛。作为皮的嘛。他那个楼底下，公司楼底下的大厅，自己的，你看白颜色的钢琴。宫殿。你看嘛，白颜色是宫殿嘛。新女人达不到这个标准，他达得好高哦。这是公安局局长、交管局局长直播。他们这些小妹儿不是太多。啊，钱儿多啊，我们老祖这儿看过。就这个中间这个，是老板儿。那个调音台。调音的，还是调音。你看我今天用针在这儿，你今天走了。他妹儿都没来了，今天。妹儿我没看。他们几点就走了？没有点就走了，7、8号就走了。回北隅啊？哎。哎，回老家。妹儿是哪个我还记得？幼儿要矮一点点，拥儿嘛。哎，拥儿就是7级走嘛。啊，也是。我还多喜欢林林妹妹的，就是。林林在摸她的咖啡馆嘛，他不在哪儿呢？在2.5环面上，就在那个红牌楼的左手边。那个有那个西部汽车城那边，我一直晓得。我了那个嘉陵路，他们才开的一个。嘉陵路左边嘛。才开的，我没去。我哪两位？喊我去，我没时间去，不是没时间。他也在上班了嘛。晓得，西部等于过去就嘉陵路，嘉陵路过去就2.5环。哦，就上桥就8余家。他没在2.5，他就2.5环边边上。他没到2.5，就在左手边小区。对。朝成龙。你像那个自信那个叫啥子的地方呢？就是以前那个上车牌照那个地方，一直下去那儿。一个就是一个那个那儿有自信的卖车子的，然后就前面有个上牌照的二手交易市场，才下去那儿。自信那个汽车的，
执行的老板儿，亲，美国做的爸爸，执行的老板儿找老板儿借钱，我们老板儿没借。执行以前是很大的，现在的温江那个国色天香那一坝，全部包括那个国色天香的，全部是自行的嘛。自行车已经倒了，基本上倒了。惨了。养好的，我说嘛，养好，我对养好，哦，养好。老板儿就那找我娃们老板儿借钱，我娃说的爸爸，我之前回话不行，他说的等我们老板儿借钱就不服了。还有哪个？好的哈啊。对。